住在澳大利亚的迈尔哈巴亚克布本周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被中国当局非法拘留的妹妹马赫拉亚克布已被释放，但是目前他还不能与妹妹联系。马赫拉亚克布是伊宁市一家保险公司的人员，他因向澳大利亚的父母转钱而被指控为向海外恐怖活动提供财政支持。国际特赦组织今年5月份开展一项网上签署活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马赫热亚克布。该组织的声明表示，马赫热亚克布于2013年帮助他父母在澳大利亚买房，他父母是澳大利亚公民。他于2019年被中国当局逮捕，后来被指控为向海外恐怖活动提供财政支持。目前住在澳大利亚的迈尔哈巴亚克布表示，大赦国际于8月31日举行视频会议，讨论网上签署活动的结果，有澳大利亚议员参加会议。大赦国际准备将请愿书提交澳大利亚外交部和中国大使馆。我的堂兄告诉我们，我的妹妹已经被释放并返回家中，但我还是无法与她联系。迈尔哈巴亚克布周五在其社交媒体账户表示，虽然妹妹已被释放，但是没有获得自由。他说，我的父母极其痛苦，渴望看到她的脸庞并听到她的声音。纽约律师协会于8月31日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和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批评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以及该地区的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镇压。信中说，我们研究人员的工作表明，该地区的突厥穆斯林人口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受到刑事惩罚、终身监禁。中国的行为和其他镇压政策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和国际法。美国维吾尔律师莱罕·阿萨特是纽约市律师协会的成员之一。他表示，他已向纽约律师协会报告他的弟弟埃克拜尔·阿萨特在中国非法拘押情况。他的弟弟埃克拜尔·阿萨特是一名优秀的企业家，曾参加过美国国务院的培训项目，但是回到中国后被逮捕，首先被送到集中营，然后被判15年有期徒刑。莱罕·阿萨特说，2-3个月以后，纽约律师协会发布了致中国当局的公开信，他们表示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莱罕·阿萨特表示，纽约市律师协会关于维吾尔问题的声明有利于维吾尔问题的进一步合法化和刑事化。马来西亚政府官员表示，不会满足中国提出的遣返当地维吾尔难民的要求，而且在这些难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将允许他们前往第三国避难。东南亚国家一直是维吾尔穆斯林民众逃离中国政府打压和拘禁并前往土耳其的中转地区。马来西亚总理府部长尤苏福就此表示，马来西亚尊重主权国家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但马来西亚同时承认维吾尔人在中国面临压迫。尤苏福是在书面回答马来西亚国会质询时做如上表述的。马来西亚的国会网站公布了这个书面答复。媒体认为，这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次明确表示不会遣返维吾尔难民。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官方近日出台新政策，加强汉语授课，引发争议。洛杉矶时报一名记者在内蒙古采访时被警方拘留，之后被迫离开当地。美国媒体《洛杉矶时报》表示，该报一名在内蒙古采访的记者被拘留之后遭到驱逐。报道称，一名警官用双手掐住他的喉咙，并将他推入牢房，关押了4个多小时，之后被迫离开内蒙古。据悉，这名女记者在呼和浩特的一所学校里遭到便衣警察包围，并被押上警车送到警察局，不允许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洛杉矶时报报道，最后3名政府官员和1名警察将他带到火车站，等在站台的火车窗口下，直到火车开走。美联社报道，洛杉矶时报并没有透露涉事记者的身份，不过该报北京分社社长苏一安证实自己就是事主。
特朗普在白宫办公室宣布，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签署一项协议，双方保证实现双边经济正常化。星期五，塞尔维亚总统与科索沃总理在白宫在特朗普主持下签署一项经济正常化协议。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双方领导人周四起为此在白宫开始了谈判。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宣布准备将其驻特拉维夫的大使馆7月份迁至耶路撒冷，而科索沃也同意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